季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天是客庄小旅行的时间，来到的地点是屏东高树。提到了高树的守护神，第一站就是要到开庄土地公庙走一走。这里是风水型的伯公庙，画胎上头还有100年的榕树，十分的有特色。除此之外，别忘造访3座石狮宫。到屏东高树乡一定会到荣堂福德寺拜拜求平安，因为它是高树乡的开庄土地公。客家人称土地公为伯公，而这种木种式的土地公庙有化胎种植100年榕树，是属于风水型的伯公庙，相当有特色。高树这个客家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地标，就是石狮宫。石狮宫总共有3座，每一座都有传说。这是我们施老大哈，他是乾隆42年建造。施老大是因为地方洪水不断才兴建的，后来山洪爆发，他被埋入土堆当中。地方希望再有石狮宫当守护神，所以建造了施老2。民国初年的时候已经有水泥了，所以说他是用这个水泥砖块。传说施老2是有灵性的，为了保护乡民，才被人蓄意破坏，之后神威不在，所以民国54年又建造了施老3。据说施老3还有5脏6腑呢，里面是放了一个大水缸，用红头缎做个心，还有做个杆。每只石狮都有传说，地方人士热心导览，听故事听得入神。而守护居民的3座石狮宫也被屏东县政府列为民俗及有关文物而加以保护。香气扑鼻的传统老店，不但有着古朴的样貌，连煮面也坚持要有古早味。用传统的柴火来煮面，一整天大火不间断。老板温世和说，这样才不会走味。太骨汤，保元的太骨汤。除了汤头很讲究，这一碗客家面简单朴实，又有油葱酥浓郁的香气，很多游客就爱品尝这种原始的美味。客家面特别在哪里？客家面它不加肉燥，那加肉片，那它的香料以油葱酥为主。温世和的客家面有着令人惊艳的传统味，也多了一份在地人的坚持。100年大榕树下，感受伯公庇佑客家的心意。3座石狮宫前，聆听耆老娓娓道来的传奇。远方客家面的扑鼻香，标示高树特有的感动时刻。